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儿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早早，我是长生，伫遮甲你问好，阮今日天天开心，佮重现江湖咯，也希望讲新的剧情、新的内容，你会当介。对，咱的队娘真坚强，不但阮两个老我，而且佮增加一个新的吼。咦，我原来是天天开心的老班底呢。我知你老班底啦，我是讲佮增加一个有气的，会唱歌、会演戏，佮会主持迄个唐丽啦。唐丽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有气的唐丽。我以前是参加歌唱比赛，今日真欢喜会当参这3位前辈做伙主持，天天要开心，还有演戏哦。讲起来真甲咱捧场咧，嘛真尊重咱。是啊。毋过讲到尾，咱会讲3个前辈，渐渐起来配安尼。你嘛有影，因为当初咱咧天天开心，伊还搁读国校啊咧，我条条未出事就是咩。所以咱今日天天又开心的剧情呢，非常的滋味，希望各位朋友会当继续感受看。天天又开心。够点，我唔知佮走迄段。滚哦！地当，哦，地当，哦，地当，哦。哎呀，你钓官好哟，换甲迄领。喂，姐啊，你都无咧看电视呢？迄日本咧大海啸，迄大地震偌危险呢？所以我伫内面演10外摆啦。万一讲哦，若火烧厝的时阵，我甲个面就会砍咧，吼，水装我赶紧冲出去。万一好若地动，我看什么所在吼，迄物件落来较有影紧闪。万一若讲有大水来，我面当坐咧，我就好紧撸出去啊！哎呦，你毋闪互我看？即摆无在闪啊。你嘛较差不多咧。几岁人啊？咧交代你顾店，较认真咧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像你即般的吼。哦，真正是气死，拢袂高中的。是啊，嘛无人管遐严的。我顾店顾规工啊，敢免小迷一个晓。但是做你放心，我迄耳仔外来呢，我足浅面的。你个尖落涂甲我都有听着。你拄入来第一步踏入，我就知影姊啊你转来。嘿啦，空水无止吼，带安尼少年的规台上搞咧。伊吼叫你顾大吼，若毋是走去困吼，无就出去摸飞，无就出去拍妹妹，你上搞咧。较认真啊顾店，若无吼，咱两只地后连命爱出去外口扇东风啊，知知？哈哈，安啦，姊啊，所以你放心，虽然我无啥好做生意，但是呢，咱这间店哈，毋是咧臭破，咱这间民宿吼，我第咧已经吼遐侪年也未倒啊，出来倒早就倒啊，所以讲哦，放心，永远袂倒，憨人憨福。你讲八摆，叫你顾店吼，我都结空见光来，若拍妹妹拢走第一咧。你若食到我这回，你就知啦。安尼是够啊未？我足忝的。小啉来，啉来者，够了，头前安尼。免得细细念啦。人起来。怕他进到，不，人起来，好吧。人起来，小姐她爱困吼。安怎啦？你若看人入门啊，就要叫人去困啊。姊啊，等你嘛好啊，咱开的是民宿呢，人起来就是要困的，无敢要来遮看电影。都安尼啦，欢迎光临。头家你歹势吼，我顶礼拜我有敲电话过来伊的。我知。大安
先是哦，这才啊，哦，来，请坐。哦，哎呦，这位应该是陈太太吼。哎呦，咱遮高兴啦，今仔日遮水着呢。啊，都是咩？哎呀，电脑机的咪，无啦，陈前是哦，春太太吼，我自我介绍。我是这个民宿的总管家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个民宿甲普通的大饭店完全无共款。迄大饭店吼，虽然大是有升级的吼，但是因的介绍吼，毋是迄个只项有升级，迄贵酸酸。啊，我这个民宿吼，细间摸细间，应该有拢总有啦。我的介绍真正有升级的，而且我的服务价格有升级，哈哈。足够铁，歹势啦，我这小弟啊，别项无就足够铁的。对啦，你无迄行李无？我甲恁赶来房间去。我那行李伫咧车顶的啦。好，我坐遐，我去哎呦摕。呦呦！这个我车吼，伫后壁迄停车场吼，上大台迄台就是。好，上大台。哈？你是驶拖拉库来哟？你哪会知？一个就互你摇着，我真正驶拖拉库来。我病啊！你真正驶拖拉库来哦？哎，我拖拉。啊无，这是警察局去哦，你问东问西。哦，好啦。哦，你这个歹你等你搞啥啦？我是在等啊，你这嘛这个嘛嘛这种啦。歹势啦吼，陈先生、陈太太，恁小坐坐，我来泡一下茶互恁啉吼。喂，嘿，歹势哦，你看唔到啊吼，歹势。又搁看唔到，奇怪，规路拢是看唔到的，刚刚有代志咧骗我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糖糖啊！阿姑老早。我搞啥？你在变啥？系啊，经理你会带人客倒来啊。多谢你啊！没啦。我出来者。好。哎呀，他今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行李就赶来，坐咱入去电梯就来囥个甲起了，唰就就到位。啊，若要出去食宵夜，还是要去佚佗，唰的就搁落来。你听，好，迄行李我要担心。哎呦呀，老的那遐重，要抽一块好啦，抽你个死人骨头来抽起。那你就捌死啊哟！我咧2楼尔，我搁坐电梯，我是爱头壳歹去哟。我跟你讲啦，无生理就无生理啦，莫搁咧食醋啦。啊，你外地汉哦？你有无？你有无？相信我，我真正无骗你啦。我要相信你啦，后者吼，迄电话直接接起来啦，迄个查某叫高，当初我无听到呢。你拢有听到？我无啥有人个人冇听到，迄拄开始吼，甲我骗讲迄是看唔到的，我敢要相信呢？因过安尼一通、2通、3通，规路拢是安尼啦。若是你敢要相信？唔相信。莫走啦！放啦！头尾啊！喂，开始叫猫叫。欢迎。不注意你吧？我相信你，相信我，你点个你，哎，
囝受着，我的囝。哎呦，情啥后时间就无代志啦。是啊，我三分七片有等下倒来。你袂倒。哎呦，你都唔知我恐怖，我行要带着哦。你是当时变个遮无胆啊，翁仔无冤家尔，但是你惊死啊！头家呢？帅哥，歹势啦，因为阮的代志吼，互恁两个呢惊呢。迄是无要紧啦，是讲吼，恁两个嘛真趣味呢，拄来阮遮时阵就好势好势，无代无志咧去冤家啦。无啦，算在早起要来的时阵吼，规路咱拢咧电话直直响，拢无付尾啦。电话来接起吼，就迄边直直叫咕啦。安尼我是惊伊误会，毋则甲含甲骗，哪会知到尾嘛是叫我发现。有影，你真是外口无查某？真正无啦，真正。是啊，迄我内行的，迄传播妹卡。是啥物咧传播妹？传播妹你毋知哦？迄就迄酒店无，酒店迄若无生意吼，拢叫妹妹敲电话啊。哎呦，王董诶，真久无来啊，今日捧场哦，这妹妹拢17遍24就搁求弟弟哦，好啊。而且吼，有诶是要甲你趁电话钱诶，迄敲来讲，哎呦喂，你啥物人？我啥物人？哦，干那安尼就会晓5分钟啊，过来啊，我着小琪啊，拄一个小琪又搁5分钟啊，我着连续8路啊，头尾拢啊讲咧1点钟，你若看迄电话钱看偌济就好。就是安尼了，你迄电话钱拢遮贵啊，可能差不多哩。我都无聊。讲正经诶啦，等恁某即马咧误会，还是要安怎？我是毋惊误会，我是惊讲伊迄旧镜头搁举起来。对，恁某是种啥物镜头？就迄啥物婚姻恐惧症啊，毋知到即摆拢还未结婚。切，你搞毋正咧？你都已经结婚啦，讲咧啥物咧婚姻恐惧症，我了未结婚无啦，其实阮两个还未结婚的啦。啊？恁两个还未结婚？哦，我当作恁两个要是要来逃避我的咧。阮两个虽然还未结婚吼，也毋过阮结婚3、4年啊。3、4年啊。结婚毋是两个人的代志尔呢，是两个家族仔的代志呢。咱查某囡仔过叫人遐，敢免面对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代志。搁再讲啦，我的工课要安怎？我若结婚了后，敢有法度继续上班？当然嘛是会使的。即摆足侪职业妇女的呢，虽然讲吼是有较辛苦淡薄，但是拢是为着家庭咧打拼，无问题啦。若有囡仔了要安怎？囡仔生落来啥要照顾？搁再讲啦，伊讲伊想要买厝啦，阮两个薪水加起来，敢有够买厝？敢有够饲囡仔？敢有够阮的生活费？哎呦，规日我想着这，我都足烦的，都毋敢结婚啦。唉，我来听见，我知影你真正想济。你无听人咧讲，一枝草一点露，绝对毋免烦恼遐尼济。你即当阵恁人阿某拢有头路，有薪水，这钱方面都免烦恼啊嘛。搁再讲你要生囝哟，你通甲公司请阮的育婴假，不但讲你会当请，恁翁嘛会当请，两个来照顾迄囡仔，安尼应该无问题吧？对啦，阮阿舅讲的吼，足有道理的。其实吼，我感觉上大的问题就是你参伊。你敢阁有爱伊？你确定你也有爱伊吗？我当然嘛爱伊，而且我嘛确定伊就爱我的。安尼就对啊！两人同心，其利断金呢。所以吼，只要你若互相有意爱，这拢毋是啥物问题。啊，搁有，阮阿舅常常咧讲，翁仔某爱坦白。你爱认真吼，甲你心内想法讲出来，安尼吼，做伙去面对，做伙去解决都无问题啊啦。我知影我要哪做啊。Honey。Darling。我知影我毋对啊，
我无用甲我爸想，害你烦恼。大你，你莫来讲，上重要是爱你欢喜着。哈尼，咱结婚啊！我愿意吼，甲你做伙面对结婚以后所有的代志。你讲的是真的吗？哦，安尼就对啦，恭喜恁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少年人有人介意，啊紧来紧，下手敲麦来紧紧紧。有，中有。杨哥，是咯。后摆啊万不哩若有第三者咧。啊？袂啦，我就抓，这世人我敢若爱你一个，绝对无第三者。哎，对啦，你真个想济啦。哦，恁遐尼哦，安尼自你安尼无爱插伊啊，生气哦，安尼烦恼较济咧，毋是徛咧，毋是呢？对，这内底我替我作证啦。你一个唔插伊哦，哦，伊安尼就去甲讲要哭呢，伊真心在爱，袂变心。我毋是咧讲伊啦。我是讲万不哩我家己有第三者咧。这点你家己爱放心啦。你也看你为着结婚的代志啊烦恼到安尼，你就是吼表示有责任感的啦。这有责任感哪有可能讲我去交第三者，对无？无可能啦。对啦，你放心，我绝对用我一世人的命来爱你、疼你，绝对无可能互你有变心的。哎呦，你甲看，真甲你手抓安尼好啦，好啦。哦，安尼咱来困。你是要招啥困？招恁姊还是招恁孙啊？哈尼，咱来休困啊。姐，来安来。好啦，嫁着哈，嫁着，哎。无迄阮的人客，阮预约了。你的人家伫我遮，啊，你预约有较用是？我遮是你较好电梯恁啊，无电梯啊，啊，搁再讲啊，你今日恁遐人家哦，拢是可能无目膜，啊，扫唔着位。阮遮拢目镜的，安怎会用袂？无咯，迄阮的人客，喂，无啦，是啊，迄咱的人客，伊拢转来啦。啊，好，莫计较啦。啊吼，客轮柱上，啊当作做工。南无啊，这个黑白白。你讲做工欢喜就好。哦，做善事啦。哦，好啦，送就好啦。超高招。你用这食无快啊？不，我讲，伊要甲你以后有较困难。尤其我若去学校去接伊，大家讲你哪讲来啊？啊，你莫鼓笑比无但是尾啦。阮查某囝即摆拢讲爸爸第一名呢，爸爸最帅。哦，啊你咧？我今年50啦。哦，啊恁囝咧？14。我那差40几个啦。所以讲你个看嘛咧，你迄囝遐细汉啦，红红幼幼啦，啊我哦爱照顾就是大人啦，迄蜡烛两边咧烧，迄是足辛苦的咧。辛苦，真的。系啊，所以吼，亲爱朋友啊，唔通惊生囝哦，唔通像古早人讲什么咧，生一个囝就交机会啦，啊哪有影啦？你都爱趁少年，早生早好命，啊若要讲生一个囝哦，就爱落交机会，啊我生2个，就58基咯。你看袂出来。呢，咱家己呢，都爱要养生，还要保养，变化嘛，亲像18个牛。一蕊花，你莫讲，无人知我生过囝。有。对啦，哥哥，即摆吼少子化的问题足严重的哦。啊，所以咱若少年人吼，你若互相以爱啊较紧结婚的，像这个166886。即摆是要叫客人车。不是啦，这个数字就吉祥的对吧？一路路发了，但是这是去年度这个新生儿的总数哦，是咱历年最低的。哎呦，够少啊啦！所以爱较紧结婚的，嘿，啊若无像我这个少年的幼气的，爱饲恁3老的，好辛苦呢。这样要讲咱食咱豆腐呢。哎，你这个讲嘛属实。啊，讲实在，咧时间你过，咱咻一个30分就搁过去啊。嘿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唔通袂记继续甲阮支持，阮听下阮新的节目哦。对，你若讲心情歹，还是讲万事拢袂顺遂吼，请收看阮的天天又开心。